飞翔南去。有恐怖！哦，来，大姐，会不会到97人97，哦。你敢知我徛伊边面啊？都听。今仔日咱落船来到新店，就是要找足阿讲台语的小朋友。是啊。来，对倒位来，名甲报起来。好，小朋友大声讲出咱是什么队？我是阿弟队。哎呀，小丽是笑。先讲。阿红。阿好。阿珍。阿珍。我是阿露。阿露。哎，对，阿露。后人来的小朋友，是。我跟你讲哦，我有3个关卡，你要尽量去拼，用恁的勇气、勇敢、智慧，甲金箍箍摕咧，你知无？摕你一个金箍箍，你就通啊换锁匙来甲宝箱拍开，摕宝藏。内底有足侪宝藏的哦，你一定要加油。你尽量讲，尽量加油，好唔好？好。准备好未？好。来哟，准备接招，进来卡。轻声细碎，这设施有4块圆片仔，利用声波直线放送的原理，听公式圆片仔的人才听有对方的声。头起先，一位队员先讲题目，听到的队员形容予做答的人摇。第5题就2个金箍箍，若是有大脑孔，会互阮船员手搭去哦。好，来，我甲恁讲，声音的重要是有我尔重要。恁敢知影？咱通安尼互相听到，咱的声音是透过什么来传送？空气。哎呦，搞，这真厉害，那讲话真大声。对。嘿，真捌代志。就是空气，咱透过空气来传送。你看到这，用这大的圆片啊，伊就透过这声音的反射，通啊较集中的声音甲传去，而且伊声音较袂散，佮通啊传个足远的，所以通啊伫个足远的所在听到对方在讲啥。安尼知影无？知影这个原理吼？来，那么恁就是要来好好啊过这个关。好。听讲伫个过关进前，因为早因的在个来的。是啊，我看小朋友要来表演拍红雷啦。拍红雷哦。是啊。什么人要拍红雷？野手，来慢拍。阿姊嘛会晓，哦，阿露嘛会晓，天公嘛会晓。哦。这两位要来表演一下。好，咱来请一位，互恁来表演一下。来，破下先甲吹落。准备，开始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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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喂呀！哎呦！啊，厉害噶！哦，来过一了啊！哇！哎呦！听我管，生囝生孙，啊嘛？跳脚完。水啊！哎呦！你有看到伊迄？咻叫一下，咻叫的。哇！真无简单，真无简单。上厉害 ，ending， 好水，真无简单，100分，真厉害咧！安尼定定安尼配合出去，安尼演出表演，嘿，敢有？拢是恁两个嘛。好啦，今摆要来甲恁考验啊，恁就尽量讲吼，尽量去形容。我甲你讲，爱注意的就是，你袂使讲伤大声，袂使叫阮听到，爱知影？好，好来哦，请就位。若想要摕金箍箍，就甲摕拍风雷的精神摕出来就知影啦。好，好啊，加油啦！啊，不过吼，就是爱较注意者，唔好讲伤大声。来哦，进来噶。第一题。三更暗，三更暗。好，来。评估前呢，啊吊起来。吊起来。有啥物物件？三更。三更吊，来，后一题。好，后一题，这是。加餐。知无？好，来行。哦，动作足紧的哦。两个你好卡会出一块布。啥？你讲啥？下顿食物件，伫咧外口野餐。较大声。野餐。野餐，水，野餐啊！来。好，刷落来哦。好，行。
哎呦，好啊，又一个哦。两个字，一个国家，一个国家。啊，讲就讲啊啦。拍摄拍摄。好，第一讲就讲啊，一个国家。干嘛？干嘛？哇，好呀。你来看多少？两个字，地公的家，地公的家，地公的家啥物？想看卖？是一种水果。干嘛？干大声的？干嘛？是干嘛啊？是来。对啊对啊。维古，好，来。剩10秒哦。两个字，有乌加底，会当改。 5、4、3、2、1，会当行。煞。时间到。哇，头先有听你讲啥无？拢无，完全拢无。好，以后那边耳塞甲你来，咱做伙来复习一下，来。哎呀，我感觉这个题目就是甲生活最有关系啦。对啊，因为你若是定去接触，还是讲有去过的所在，伊就知影安怎形容。对啊，啊，毋过你若无去过，你又唔知咩。对啊，伊还阁细汉呐吼。对啊。尽量啊啦，嘿咱来复习一下韩国。啊，若讲到韩国，恁会想到啥？泡菜，泡菜，泡菜好食，咸酸酸遐啊。上名的。对，上名的直接想到。阿红嘞，你会想到啥？螺丝啊，手马鸡，煮米头马鸡。准备手马鸡。嘿，三题一个金箍箍，来哦，秀起来啊！来。好，第一关是个金箍箍，咱来看卖。后一关会变安怎嘞？来哟，引来个。真正有影。3位队员打伫壁，一人比一字，甲恁的影留伫壁顶，互另外2位队员来摇。摇到一题，就摕到一个金箍箍。这么困难的挑战，我定唔相信恁会当过关。嘿嘿嘿。大家出得足欢喜，表示对这关较有信心吗？哎，来，大家看后壁，才有抹迄个灵光材质。啊，这个灵光材质哦，伊是会吸光。啊，咱若人站伫伊头前，伊就无法度吸光啊，伊就变乌有影。啊，咱就要透过这个乌影来邀讲，咱是咧比啥？安尼知影无？知影哦。恁敢有比过迄手影？有无？有比过像狗仔要安怎比？狗仔是安尼啊？安尼差不多吧。嘿，汪，汪，啊，毋是要用比的。啊，那猫仔要比？猫啊安尼。哦，安尼对，安尼什么人要出来摇？哦，摇。咱两个做伙。恁2个摇，因3个比。啊，恁爱认真比哦。啊，比互因摇有无？知无？好，来加油哦！请就位。来哦，要来看题目啊哦。看好哦，啊，毋好太伤大声，会叫人听到，知无？对，带较细声。哦，来，题目，请开。来。 3个箍。好，啊，因他都拢摆好啊。你拢摆好啊？对，伊是第一个。你第一个，啊，你感觉要安怎比？你你感觉咩？哦，安尼这真简单，啊来这有数理啊，。你咧？哦，诶，才有一个高三高。啊，毋过你毋好扎着家己身躯扎着，你看要比手的。爱比悬悬安，但是手爱比较悬。好，啊，裤要安怎比较好？阿进，手要安怎比？手咧，手爱较出来，爱较手出来。爱较出来，嘿，啊比较好。哦，安尼，敢会通？裤，会啦，会啦。还是安尼？啊是啊无你手安尼，两只手安尼，这是有你建议，看你带一个，你看用倒一个。安尼好无？ 两个选一个。好，来，安尼起，你们就通好比啊！来，来，好，来，一位。等者因有3个人嘛，啊，咱就尽量看因安怎比，咱就尽量叫。啊，有时约一个字，你就想到后壁的字，咱就尽量放好轻松，啊，尽量去连续，知无？你有信心无？有，靠淡薄细声，你有信心无？好，咱做伙，咱做伙给我加油加油！1、2、3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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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等下哦，拢莫动哦，拢莫动。咱麦当哦，灵光在即，吸光吼，咱甲即个影留落来，互因看卖啊一个。
好来，会算吧，紧嘞，队长。好，来，给你。来，来，伊是一种服装。哎，你看，第一个，敢若这是什么？三角裤。三角裤。看卖者，绑掉，就是三角裤。哇，那真好用。这避暑啊，唔过足好用啊，的。毋过你是安怎摇出来啊？你看到衫嘛？啊，还有啥？角，三角形的。哦，一个角，第二个是一个角，对不？啊，第三个伊是比啥？你敢知？你有看出来？无。你无看出来？啊，我头前第一、第二就最厉害啊！哦，第三题较歹比啦。好，第一题互恁丢去啊，啊，恁来看卖第二题。来哦，请就位。来，第二题是什么题目咧？来请看。灯暗落，感觉要安怎比？等下老点嘛。哦，因为伊要生足悬的。啊，因为暗棍是长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你比安尼是悬的。这是伊的暗棍啊嘛。敢是？哦，啊你咧？好，啊你听。因为暗棍啊。暗棍啊？暗棍啊。 50斤咧听。哦，所以伊比安尼。对。啊你咧？你要比啥？阿金，待会戴皇冠。啊对哦，安尼会用的哦，安尼敢若真准哦。好，来，请就位。好，来。等下第二题啊，你感觉你有机会用手机的速度摇出来无？会使。会使哦，有淡薄变数，啊，毋过我相信伊一定会用的，但是哪加油哦？就差不多爱甲伊比哦，上正确的。来啊，比哦。坚持10秒，坚持哦。来，你来右姐。来这徛好。看第一个字是啥？第二个字、第三个字，请叫看卖。是一种动物咯。一种动物。是酷一种动物。啊，对，真长。对。啊，是唔知。有，一个讲嘛。麒麟鹿。麒麟鹿。是另外一个讲法。因为阮比的这是无共款的。对，无共款。灯麟鹿。唔是。你只见人当什么路？灯暗鹿。好啦，对啦。咱来看卖啊，是不是灯暗鹿？哎，灯暗鹿啊。暗棍啊，暗棍啊！对，差一丝啊！来，灯暗鹿啊，就是麒麟鹿。麒麟鹿。对。啊，因为咱是照字面上落来比，啊，当然嘛是长颈鹿就是麒麟鹿，无简单啊。哎。两题，通啊摕2个金兔兔啦，来啊！无简单啊！来，咱来看卖后一关，准备接招，现在噶。行袂着顶，队员一人抽一题，对初赛场关键出落来过程中，爱讲出答案，全部答案加起来闹到12条，2个金箍箍就拢互你摕走。他面对，好打你就来。哎呦，会寒无？4准哦。我甲你讲哦，咱即摆这个场所就是咱的初赛场。啊，伊初赛场，这个初赛场伊是人造雪。哎。啊，那是人造雪咧。我甲你讲，伊就是用机器甲水化作水雾，啊，另外用 compressor 喷出分子较细的气体。啊，这气体伊就吸收四周围的力量，所以温度就会降低。啊，水雾若是接触到低温，伊就会变做雪，安尼知影无？知哦。所以咱即摆感觉足寒的啦。哦。哎，啊，问恁一个哦，恁若是伫咧足寒的冬天、足寒的寒流的时阵，恁会做啥物代志？食火锅。食火锅，赞。啊，你爱金蚊纸哦，那就好。啊，你即摆要来甲恁考验哦，上面第一个。好，你第一个代表吼，好来，请就位，来哦。咱即摆来抽这个口啊，来，好，这个吗？好，来，我帮你摕。来，题目是什么啊？请讲出身体器官。哦，器官哦，器官哦。1、2、3，耶！紧讲。啊，就不要吹。哈，目睭鼻啊嘴。好，来，适当一个，适当一个。会歹呢。头前拢不爱讲哦，伊伫咧落尾一概甲讲出来。哎，厉害呢，一你讲一概，你头先讲啥？把就不要吹。
目睭、鼻啊、嘴、身体器官够有啥？骹对，真好，搁有无？手。手，好，安尼第一关3题哦。来，后一位什么人？哦，一位啥？举手。来，超一位。哦，第2位就位啊，希望会当好好表现，加油啊！好，来，这个嘛好，来等者哦。看一下题目的，请讲出犀利的动物。哦，犀利的动物。啥你的动物咯？准备，1、2、3，出发！这个嘛好，来等者哦。看一下题目的，请讲出犀利的动物。哦，犀利的动物。啥你的动物咯？虎头蜂啊，麒麟龙足济啊。准备，1、2、3，出发！好，来，咱来看卖啊。头先阿红讲啥哦？阿红，头先你讲啥？搁大声讲出来。飞行哥无危险，哦，无尾钳，甲飞行哥会袂歹哦。真标准呢。第3位，什么人要去你？第3位好，好来，加油哦！这边请啊！才一位。分姐，你会紧张无？袂吼，安尼你准备好啊？袂？好，准备好啊！好，来，即摆来抽一张。啊，是我好。题目是，请讲出上可爱摘物件。哦，爱摘物件，你一定拢知影啊，对不对？会当讲4、5个哦。 1、2、3，出发！什么？哦，伊写做大声呢，敢若是袂歹哦。你头先讲啥？铅笔切来笑，铅笔、七啊，甲笑哟。哦，安尼有3项呢，真高哦。其实讲真济啊，头先安尼3题，嘿，全部加起来几题？8题啊。哦，还佫有2位还袂算哦，8题。安尼数量敢若有够哦。后一位是啥物人？啊，这位上，好来，先讲。下9位。加油！加油！好，咱即马准备来抽第4题，小朋友来，你先抽。好，这个好，好我啊，我来念题目。来，困难啊，简单的咧。题目是，请讲出自然现象。自然现象。哦，真难呢。我对打的开准备，1、2、3，出发！好有无？落雨甲风台，哎呦，真清楚。其实吼，少济，小朋友吼爱搁加油。头先你讲啥？佮讲一解。落雨甲风台，哎呦，落雨。袂歹哦。啊，佮有啥？自然的现象，落雨、风台、地刀，地动，真好。第一档，佮有无？火灾。火灾，安尼目前加起来是10题啊。哇，10题啊。 准备啊！同尾就要靠咱的秘密队长。抢伊！哎呦，欢迎咱的秘密队长。啊，虽然我淡薄记得，不过我相信我会当克服的。啊，这秘密队长甲我讲，你会使讲几题？ 3题，好，我要加油啊！咱就要来抽最后一好，个。来，你讲看。来，最后一个是，请讲出用丢做单位的物件。哦，先甲队长加油一下。来，咱个加油一下，来，1、2、3，加油！1、2、3，出发！哎呦！你够厉害，你够勇敢诶！我感觉你耍游戏有一种吼，会当互人感觉，这个游戏哦，加偌好耍迄种感觉，你知无？但是我怕讲啥？卡片、发单、花单、花、海报、海报。卡票，啊，个白纸。来，我阵你有感觉讲哦，你迄个纸就是无标准，你有扣掉。你真正第一关有用你所有的能力开力，
隆重15题，会当摕2个金箍箍。来，两个，搁甲落力气。哎呀，好起来，摕宝藏的机会愈来愈大啊！到底敢摕到宝藏呢？进来噶！哇，好，那这热啦，这热对不对哦？这热。好，这热，我紧，来金箍箍交出来。好，来，看下有几个？哎呦，5个呢？5个金箍箍。啊，通啊换几支锁匙？几支？2支，无唔对，2支，来2支。1、2、3、4，你要选？你想要先摕倒一支来开看卖？3还是4？3。好4，哦，一人比4。来，啊，想要负责开？大家拢想要开？安尼因3个要开，安尼就你开。因为因3个拢要开，刚才你无想要开，安尼你来开。啊，你手头先摕来，来 ，OK。2支。好。来。希望会当摕到礼物，摕到宝藏。锁匙爱用另外一支手，我这支手也帮你摆去啊。你手在错。来哦。看看笔记啊，来。开去啊！来，没可能啦！那有遮准的啦！哎呦，小妹，我买算来啦。恁都一个拍锁匙的吼。嘿妹，安尼算安尼对呢。我伊当是开锁的啦。为什真的咱哦。若是有门派摕到叫伊开锁。心寒啊！到底宝藏是啥物咧？到底是啥物？恭喜啊！高水翕相机啊！颁奖！哇，那这好来，来，你要这哦？哦，啊，伊，赶快啦！你看恁家己安怎紧啦？就赞嘞，这礼物就不好管是啥物图，呢。这拢是足好的礼物。是啊。咱会使简单用一个词落啊，一个词来形容你今仔日参与的心情。可以啊，真好，真好。啊你咧 Happy 你嘛是 happy。 Happy，欢喜。 happy 的台语叫啥？欢喜真好。啊你咧？欢喜欢喜。好胜好胜。三位拢欢喜，啊你是啥？欢喜，你嘛是欢喜，啊是有够冷，有够冷。就想要等去食火锅的。寒甲不要紧，我感觉台语这物件就是慢慢啊开始，慢慢啊来，慢慢啊来。啊你若是加讲加看，你就会熟悉啊。是啊。继续加油，台语足水吼，恁真正是非常了不起。到底中来哩！好，这位恭喜哦！恭喜！哎好，摕等去翕相哦，吼。